係林可瑩同你睇天氣。驟雨今日影響廣東沿岸，本港今日大致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都有過幾陣驟雨。本港今朝最低氣温介乎喺26至27度，日間天氣炎熱，最高氣温升到31至33度。西南氣流會喺未來幾日繼續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，高空反氣旋喺今個星期中後期逐漸增強，華南地區天氣酷熱。轉睇截至下晝5點，天文台錄得嘅氣温係介乎27至32.4度。7點鐘氣温係29度，相對濕度82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。聽日初時驟雨較為頻密，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。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，氣温介乎27至32度，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。而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都會有幾陣驟雨。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雷暴，澳門驟雨，深圳雷暴，廈門雷暴，台北多雲。天津雷暴，北京落雨，瀋陽落雨，首爾多雲，上海落雨，杭州多雲，南京雷暴，武漢多雲，大阪明朗，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多雲。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多雲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落雨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雷暴，多倫多驟雨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明朗，巴黎多雲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明朗，亞姆斯特丹驟雨。天氣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